二啲冇第三題日節用講設家啲，你下個日子世界咩日子越嚟越難去講，但係呢，因為到了馬太福音24、12節用講設家啲，因為到了做壞嘅人越嚟越增加多，但係呢，因為到世界咩越嚟越難，條路也難尋，工作也難做，越嚟越壞事情越增加多，人反對條件也增加多。詩篇203:17節用講到，但係上帝嘅恩典、上帝嘅愛，充滿擺到永遠永遠，一樣對於人尊重佢嘅。意思係上帝嘅愛唔是切對於自家錫上帝，對於自家要尊重上帝，要敬重上帝嘅人，上帝嘅愛唔是切在自家嘅心中，佢嘅公平存下本自家嘅自信，才讓人自家懇切上帝，佢嘅愛，佢嘅恩典唔是離開自家。嗱，詩篇238節用講到，對於籠中人揸門嘅命令，做家嘅命令行，上帝嘅愛永遠要在自家嘅心中，永遠存下本自家嘅自信。阿們。